係北京時間晚上11點。文化引領，體育最強。FM107.7，廣東廣播電視台文體廣播。文化速遞，壁上萬千山西宋金壁畫中嘅眾生氣象展覽，廣東廣播客服號及文化大灣區高質宏觀劇團解更多精彩演出。1077文化速遞，2026文體廣播為你360度中環體育世界。每日中午12點到1點，周一至周五傍晚6點半到7點，體壇中環，體育世界任中環。周一至五晏晝2點到3點，體壇360度馬力全開，帶嚟超強體育感受。我係超峰，2026超級大賽年體壇賽事風魔全球，我同你一齊關注精彩體育世界，就在 FM1077文體廣播。精彩體育世界，就在 FM1077文體廣播。生命嘅意義在於停落，因為世界本身就係一個